不能姐啊，最近敢是真好看，才会变甲这尼啊水。免报，阮煞毋知你这个酸椒嘴安东哥。也通人拢嘛知，你鼻底古水又可爱，参讲天阁大鱼嘴，食溜起阁溜又白。啊，好啦好啦，安东哥，我请你食营养汤好唔好？应该应该，喂，营养汤趁2碗来。安东哥，敢唔好食呢？我烫一个。安东哥咯，你实在不应该，连三条面2三碗，也阁有人爬起来哟。安东哥咯，只是嘛有啊注意，忝行你嘛呛你去，行到去门口，一边看过来，你嘛迄边看过去，看着招牌电吹这呢光，无钱通看嘛真拍算嘞。听落看着嘛真悲哀，乱写家己叫看卖嘞。不能姐啊，哪会遮拄啊好？拄好是拄好咧，你啊你毋知有要带我看电影也无？一当我安东上界慷慨，你嘛知。不过今仔日手气有较歹，身躯无钱，上界害。你敢讲我毋敢听？你是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，佮专门想要互人请。好啊，你也敢踮遮甲我闹气，要请毋请随在你，也免遮不随。安东哥，你讲话都爱较客气咧哦，唔通介绍佮短受气。安东哥咯，你实在不